我是菲比。欢迎小爸爸呢，这一期就来到了麻坡香妃城。哇，还有金莲不要来买菜，不要来买我。主要跟大家介绍的呢，就是这2款，我觉得充满了那种古早闽南乡土味道的芋头糕，还有这个是炒薯粉，他们讲茶籽粉跟。这个你大汉吼，根本就是唔捌，根本就是唔捌嗰个。啊，你自己学咧？我拍研究吼，袂对摆的人拢做甲做经典的咧。你看你嘛是个经典。嘿嘿，哎，无影，咱这是啥物来？给啦！这一道菜要特别跟大家隆重推荐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呢，很多人甚至福建人都知道这一道食物，但是会做的人真的没几个。之前有上网查，好像全马来西亚呢不超过15间的这个餐馆有在卖这个炒薯粉。3、2、1，安迪，你好，我是菲比，你吃饱无？食饱了哈，安迪，我爱煮这个茶煮米粉，还有我爱煮的蚵哥。这一道快要失传，不太有人会做的这个炒薯粉，做法竟然那么的简单，而且很美味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口感哦是 QQ 的，你看它是 QQ 的嘞，拢是你。咦，阿公好耍无？好耍。下摆你会使家你的母爱来耍袂吼？两个到底生来生去，阿公，就有人会爱吃的就是蚵哥对不？那今天我做的这个芋头糕呢，充满了浓浓家乡，然后还有一种童年的味道。鸡，鸡，所以哦，可以的。啊，可以看嘞。哇，这个，哎，你看，轮哦，就是叫做哈尼。哎，今天在跟这个阿嬷学了过后，我才知道说当中的诀窍在哪里。你看了就一定知道。而且在吃了自己亲手做的芋头糕过后，也发觉其实芋头糕很容易做，那它也非常的普遍。自己做的这个芋头糕呢，除了比较 Q， 没有防腐剂之外，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超好的哦。来开细致的，来按摩一下来。哇塞！哦，给我来爱的鼓励金的金的，反正。好干净哦！哇，幸福来了！你看我这样啊，哇，终于找到了我是。这2道食物很好吃，很容易做，所以一定要收看。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钟，欢喜吃饱饱。